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7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新闻头期先赶紧来关心这风台8位是已经检测做中度风台，因过气象署有发布海上甲陆上的警报。今仔日包含上北、基隆、桃园、新竹、苗栗，也有宜兰、花莲甲马祖地区，规工拢是停班停课。另外，台中甲南投是阴暗6点了后会停班停课，其他交通运输的部分嘛有调整。做回来看官的整理报道。8位风台逼挖过来，民众拜五透早想要点外送，可能点无啊。外送平台Foodpanda甲 Uber Eats 配合地方政府停班停课的措施，7日全面暂停部分县市的外送服务。毋若外送点袂到，想要出国的旅客也着爱加注意。桃园机场国际航空包括华航、中营、青宇已经取消7月11日规日的航班，也若代替的部分，伫咧7日下暗6点进前，专线列车也是依期正常运作。也毋过气象署提醒，山区的风雨会愈换愈大。在北部的山区以及东北部山区，因为是属于台风环流的迎风面，受到地形的影响，山区的累积降雨就会越来越多。那整体来说，在下半天之后，整个间歇性风雨发生的频率也会越来越密集。赛车的人也得特别注意停车。台北市7日早起10点开始，疏散门会当出来，袂当入去。下晡2点开始，就要拖车。违规的人上悬罚4800块。为了方便民众刷车，台北市目前也开放全市8公尺以上的道路、红线、黄线临时停车，路边停车价暂停收费。这项措施是为了防范风台带来的灾情。桃园以北、宜兰地区要特别留意台风近中心附近的强风。而此外，因为整个台风它外围的它除了近中心附近，它本身的其他地方环流风力也是相当的强，所以在这段时间，包括整个西半部地区、南部地区都要留意风力也会明显的增强。台中运输部分，上北捷运全面调整，台北捷运主线启动到12分钟一班，新北捷运淡海甲暗溪轻铁30分钟一班，环状线甲三英线15分钟一班。台北市公车业者会看风雨调整，若准风力达到10级以上，会暂停出车。另外，全台湾30多间百货公司，包括新光三越、搜狗、诚品、美丰等等，拢已经宣布停业一天。民众尽量减少出门，唔通看轻风台的威力。记者综合报道。气象署指出，这8位是25冬来暴风半径上大风台，各地头拢都要注意会落大水雨。今仔日是这北部甲东北部雨会愈来愈明显，阴暗到明仔早起雨会落甲真大阵，所以提醒观众朋友都要特别注意风雨引起灾情。阵阵灯影现海岸对8月持续挖近，台东海峡观测影源超过6公尺，达到巨龙境界。富江海影大架已经现场报换。气象署7到下晡2点半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头一波警戒区域包括台湾东北部、东南部海面、加巴士海峡。7日透早就会发布6警。预计在明天下午左右，它就会逐渐通过台湾的北部海面。大致上，它还是有一些机会是更靠近台湾一点点，尤其它的环流是比较大的哦。气象署指出，8月是25年来暴风半径上大风台，暴风圈将要加过台湾坎去，各地要注意强风大水雨，而且拜五日时北部、东北部雨会变大，拜五暗时甲拜六日时雨会更加激烈，尤其北部地区甲中部、东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水雨。等级以上，路架变球色，甚至变白，风力嘛袂使无注意。沿海地区较有9级至11级的强阵风，桃园以北、宜兰甲离岛有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爱甲北来暗时风台离开了后，各地风雨再慢慢变细。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甚至到中部的山区也有局部的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台风中心逐渐通过之后，带进来比较偏向是西风到西南风，甚至中南部地区也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大雨。新竹以北、基隆跟宜兰地区将会是这次下雨最重要而且是最显著的一个降雨热区。北部山区或者是中南部山区也会有集中性、显著性的降雨。专家表示，8月路线挖近标准的西北台，可能会致使北部、东北部地区沿海海水倒灌，造成积饮水的情形，提醒民众爱加注意，做好防范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2024年三道二风台，大家印象也个真深。这风台是带来12级以上的强阵风，也对高雄是造成真严重的灾情。即马北部是面对着强度甲结构差不多的8位风台，台北市劳动局嘛是去抽查大型的工地，要求要落实这防灾措施，希望会当减少意外风险。2024年风台三道二冲击高雄，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唔那路区奥多拜倒了，连火龟嘛互风吹甲飞起来。即届8位有机会食做今年风王。有气象专家认为，8位是一般咧讲的西北台，风台中心较袂受到中央山脉的破坏，结构较完整，所以风势会更较强。这边风防雨3到500公里哈，这个10级风嘛是770公里哈，所以这个风台强度真强啦吼，所以都真大粒。气象专家表示，拜五开始风会较透，拜五暗时到拜六影响上大。根据气象署的资料，是到沿海广阔地区甲离岛有机会会出现9级到11级的强阵风，北部甲离岛甚至有可能透12级以上的强阵风。为了预防像2024年风台三道二，甲厝瓜吹甲飞去，也是工地物件吹倒去，危害民众的安全。因应8位风台，台北市劳动局嘛抽查大型营造工地，希望降低意外风险。因为遮工地的塔吊会发生一寡台风台，因为风受大造成的灾害，所以阮针对风台来进行爱安怎做的一寡安全的一些设施，今仔日特别请劳检处有派人去工地去做巡视。台北市劳动局嘛要求工地趁风台扫来进前做好应价、动线机具、甲排水设施等等的防灾措施。若是业者无按照规定落实，按照职业安全卫生法处罚，相当会当罚450万。记者郭正王志光台北报道。或者风台8位当日接近，不过因为外围环流沉降影响，今仔日气象署也是有针对南部甲东部部分地区来发布高温的资讯。伫咧花东唱国甲金门地区有可能会透会小风。另外，全台湾除了南投以外，也拢总有发布强风特报，就要严防树仔倒去，也是空放雨风性甲歹去落落来。而且，尤其是沿海边境的风速可能会达到14级以上。伫咧宜兰到屏东的沿岸，拢有发布起大阴的警告，请民众是千万都唔通去海边啊！接落来，咱嘛赶紧来听气象署伫早起针对这风台8位上新的说明。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8位台风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首先，我们先来关心这个台风目前的动态。目前台风的位置大概距离台湾大概还有700公里左右的700公里左右的距离。预计它将持续会朝西北的方向往台湾的方向靠近。但明天的清晨，它的中心将会距离台北大约只剩下300公里左右，所以它对我们的尤其是陆地上面的威胁是正在逐渐的增加的。所以我们在稍早的5点半已经发布了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那目前早上8点半的警戒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台北、新北、基隆、宜兰、花莲地区都已经纳入警戒区。另外，在海上警戒区的部分，在海峡的北部、台湾北部海面、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都在警戒的范围之内。那到了明天，台风逐渐的再更接近我们，来到台湾的东北方的近海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基本上各地的浪高又会再更加增强，北部海峡北部以及东部海面都有可能会出现3到5公尺以上浪高，甚至北部的近海、北部的海面都有可能会出现10公尺以上的浪高。这样的状况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晚上，才会慢慢的减弱下来。从今天白天开始，各地的雨势就会慢慢开始增加起来。首先是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慢慢都会开始有一些间歇性的大雨。到了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白天，是这个台风对我们的雨势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所以北部地区、宜兰的山区以及中部的山区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另外，其他地区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间歇性的豪大雨，这样的雨势可能要到礼拜6的晚上才会慢慢的缓和下来。
以上是气象署上届新的记者会说明，咱过来关心这基隆地区有可能会透12级的强阵风。因那基隆市府嘛是针对着淹过捌淹水的调河街这个所在来加强清理排水设施，嘛有宣布条景公园等等这块重点的水口是启动预警性应变管制。因那八斗仔渔港的渔船嘛拢总已经靠港8号好势。准备东西都还在准备啦。一边加强防台准备，甲船只停入去八斗仔渔港，用锁加强固定，防止船只来受损。因为北威风台离台湾是愈来愈近，新竹以北、宜兰、花莲等所在，拢有90%几率会受到侵袭，基隆有99%才悬。气象台警告讲，有可能有12级的阵风，渔民唔敢大意。雨如果还是太大的话，这沙包全部都会被冲走。因为基隆最近几年是一直受到风灾，尤其伫个调河街迄边，是否发生严重的灾情？为着因应强烈风台，市议员的要求之下，市府公务处这单位去调河街的顶沙地势查，而且确认下游的排水设施和清理的状况，降低淹水风险。地道的防护啦，我们会请同仁过来看看。如果真的是有树枝或树木挡住的话，我们请同仁就是马上移除。去年的这个几级的处置也多设置了很多排水口啊，让它可以去降缓，不要流到我们调河街的路面。嘛是有民众利用初九的好天气，到条景公园去行行嘞，亲像有3级的安亲班，都特别甲初10去基隆郊游的行程提前1天来进行。明天就不会来了，本来是打算星期5来啊，然后想说会台风来，我们就改成今天这样子。不过，基隆市政府已经宣布对条景公园这重点水域启动预警性的应变管制，呼吁民众停止相关活动。豪进保育区等重点水域将全面暂停开放，并禁止民众进入相关区域，以确保民众生命安全。台风期间，请全面暂缓前往山区或者海边进行登山与水域的游憩活动，或者是延后，切勿贸然涉险。讲毋若是呼吁民众莫到水域来活动，若是风台警报发布啊，对违法入去警戒区的民众，会照灾风法来开举报单，而且移送地方政府，相当会罚25万。另外，亲像山域的活动，国家公园署嘛特别提醒民众，大风大雨有可能造成山顶的土石落来，溪水嘛可能汹涌淹起来，呼吁民众莫冒险入去山顶来活动，避免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往回东港甲小琉球的东流线交通船已经全面停驶，上无会停航2天半。历到真侪游客嘛拢提早撤离，因那台电的抢修人员甲相关的物资也拢已经送到外岛。另外，在阿美族马兰部落的海祭场也是遇到大风大影，这部落的居民也是赶紧来撤离。透早1点，一阵大型跑入去阿美族大马兰部落，伫台东河港避南区出海口的海祭场。真侪物件拢被硬抢去，做人赶紧撤离。发地很积极，在第一时间做出决定，让我们紧急撤离，在2点以前2点半以前我们就安全撤离到安全的地区。第一天，部落的族人赶紧将海祭场的布棚拆起来，避免予大风大影冲走。最到是海祭上尾天，大家先撤到中华大桥下骹，予祭典活动继续，下昼才登去部落。因为这个这次的海水倒灌，我们在那边休息。然后，今后大部落指示我们再回去。包围风台愈来愈晚，东部沿海风影也愈来愈大。南回公路外海外的路段，上北外海一线道公路局已经管制。绿岛甲南苏的游客大部分拢提早伫初八返来本岛。台电工作人员早起也去屏东小琉球做风台前的准备工作。风浪从今天的下午开始，可能会陆续增强。在现在外海的风浪大概是5级风，那0.8公尺浪高左右。那到了下午都会增进到6级风。早起码头真侪人伫咧等船，东条线民营交通船因为风台自初9下昼开始停航，初10、11规工拢停航，差不多有4成游客因为风台取消行程或者是延期。有业者一早起就传食材甲物资来码头，要送去小琉球，渔船也返来东港渔港要避风台。你看内底较闪啦，较闪风，较闪影啦。厂商还有清洁队也帮忙清理一些农废，避免造成这些农废再流到我们的大排造
造成一些排水上的不畅哈。所以我想我们是全面的来应战。屏东顶个月2月因为极端大雨，3天累积的雨量956毫米，只敢是莫纳克洪灾，好真侪区拢淹水，到即嘛还阁伫咧清理，就惊讲包围洪台防护会正强，县长就准备到竹田甲城隍等所在实在清土沙的速度，下昼也开始设立应变中心，专力做洪台前的准备工作。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花莲万里溪水头这崩山湖已经达到红色的境界，水尾凤林、万盈拢赶紧来撤离。林保署也预告讲，这累积雨量加上预测雨量，若是有超过100毫米，伫咧阴暗到半暝，这崩山湖有可能会溢流出来。空军队员坐直升机加第2粒水位计放入去万里溪崩山湖内面，了解水位的变化，然后将水量算入去。随着暗时到11的透早，崩山湖内面的水就会开始漫出来。现在是蓄水量是356万立方公尺，就是库容量510万吨，总共占约70%了。中央气象局7月10号的时候，大概预测雨量会有100M，应该在7月10号、11号这部分，如果是雨量预估正确的话，会在这个期间，这2天的期间，有可能会蓄满溢流。政府桂田城宣布，中央应变中心要接管万里溪崩山湖的警报发放。万荣乡跟凤林镇乡镇公所要去再检视一下，这个乡里面的这些传播系统，也就是广播系统。第二个部分再去检视一下，我们的收容中心是不是都已经被变。另外，我们的疏散的路线、疏散的交通工具是不是已经都准备？凤林镇万盈乡公所疏散撤离，不过因为还有马太安溪的尖细区域，甲其他土石流尖细区域的保全河要撤离，工作另外还有车拢无啥到。马太溪堰塞湖的保全户，那新增的万里溪堰塞湖的保全户，再加上我们本来的土石流显示器的保全户，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凤林镇需要撤离的总户是有155户。土石流显示器的部分有包含西林村还有这个建行村、马眼村、东光部落，还有就是红叶村总共有6个单位了。林保署讲，万里溪崩山湖人满载了，差不多1点钟左右就会规个崩毁。510万立方公尺的水，估计45分钟到1点钟久内，就流到大高线、万里溪桥，还有大铁路桥，水位差不多会升5到8公尺悬。因那马太安溪也已经发布黄色警戒，严密监控水头是不是还有新的崩山湖，还有2亿1千万立方公尺的土沙，是不是得到大雨冲来？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府嘛，针对较高崩山的所在，当地咧加强监控。因若讲到伫咧竹山的崩山湖，当地里长表示讲，这水消退真济啊，苹果应该是会家己消失。因若前景农场也是对昨中昼开始就休园，甲羊仔拢靠转来避风台。慢慢来哦。风台包围伫要来啊！清境农场的工作人员咧贴看板告布棚，避免互风台来扫落来，嘛赶紧把羊仔叫回来，准备来避风台。清境农场已经在昨天宣布，自9日中午12点起实施休园措施。另外，竹山的加佐寮溪顶悬的崩山湖，水保署南投分署有继续咧监测。当地里长表示，现此时的水已经消透真多。伫咧风台够大崩山，若无应该会把那些土石清出去，然后堰塞湖会突然消失了。届时台风警报发布以后，我们会成立土石流及堰塞湖的应变中心，随时监测这个堰塞湖的情况。针对过去落大雨来发生灾情的信义乡山区，目前已经加强戒备。有关信义乡东堡村到95线3.3公里的边坡，官府嘛拍算是拜五暗时8点升风起来，看风台的状况，较决定当时要开放。避免我们的猫罗溪这边所谓的暴涨，那移延到市区，有9台的移动式的抽水机。那对于在山区的道路这边，那如果有相关的一个土石崩塌，我们也特别要注意，那也尽量不要在山区逗留。南投的山较多，南投县政府应用强烈风台挖近，已经先展开预防的工作。南投市区地势较低的所在，嘛有提早应变，望会当平安度过这届风雨。记者收南投报道。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咱先来看联合报。中研院公布19位新科验书，
有3位名誉医师，其中有8位查某医师，也那名誉医师全部是女性，这是女性当选人数上侪纪录。再来看中国时报。陆委会公布，这礼拜加10个去中国失联的台湾人，呼吁国民一定要谨慎评估风险，无代志就唔通去中国。落尾是自由时报，财政部公布海关进出口初步的统计，受到 AI 产业的带动，6月出口达到748.3亿美金，创下历来第3冠的纪录。因那今年顶半年的出口是有4166.6亿的美金，也是有史以来上冠的数字。受到 AI 指引，咱台股最近是表现了真好，也毋过嘛出现有人会去借钱投资的情形，这是引起立委甲央行的关注。而且因为这台股7月以来起起落落真大，咱的全球经济嘛是受到 AI 甲中东冲突两大力量的影响，所以未来这股市是安怎变化，也该继续观察。因为 AI 这产品伺服器的需求，台股的表现真好，但是刚好受到国际股市的影响，早到一开盘，先小看起71点，收落来到平盘震动整理。等来看7月初1到初9台股的走势，嘛是起起落落。AI 半导体和伺服器这族群来带领，指数中是挑战新高。初1收盘收伫47018.99点，不过刷到来到高档修正。到初9指数是一路震动走落，中场加权指数是收伫45354.61点，落379.8点，整体嘛是呈现震动偏济的格局。市场过度于集中 AI 的相关产业，对外资资金呢对汇市可能造成的挑战跟冲击，投资人的杠杆的运用的状况。AI 的估价呢是不是太高？是这个股市呢股价呢是不是太高？是，这个都是一直国际机构他们很关心的地方。小钱是集中伫 AI 概念股，甚至一个投资人是透过储贷款、信用贷款等真侪贷款来投资投入股市，影响6大工厂高更乖投资乱象。对这央行总裁尤金龙嘛伫备询的时阵讲，主要重视信用更乖过度扩张的现象。股市融资杠杆变化及银行资金流入股市情形。银行则宜留意相关信用扩张情形及其风险的控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发布上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提醒讲，虽然全球拢在烧 AI 资金，但是嘛面对 AI 市场有机修正和中东冲突升级，全球贸易碎片化等对市场的影响，全球经济成长率预测会对4月3.1%，小可对下卡修正到3%。Also, the very strong momentum we're seeing in the global tech cycle, that's the other major force that is partly offsetting what we have been seeing from the impact of the war. 国际货币基金报告指出讲，全球航运和供应链若是当随来恢复，就当进一步来支持经济。不过，若是冲突又搁升悬，全球的经济即摆要来恢复，恐惊就要搁等一下。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中联油脂出问题，油本地是讲有1300吨，不过中盘业者泰山阁有另外通报一批有问题油，同款是对中联来的，这嘛是有1300吨，目前拢总有2600吨。行政院长杜英台就下令讲，针对中联4月到6月油要扩大落价处理，另外也要求这卫福部伫爱启动是按法的修法，甲管理的浪棒补起来。中联油脂问题油继续调查，本来测到问题油有1300吨。台中地检署去中联相关公司调阅资料，佮约谈中联公司4月总经理等被告到案，专案持续调查源头甲买手的业者，查清楚相关人员的责任。甲问题油集中销毁，中联中总业者泰山阁通报新增一批有疑虑的产品，来源原来是中联，而且是另外一批超过1300吨的油。面对问题油，恐惊约有2600吨。自由署会同中华关卫生局到泰山现场稽查查清楚，在厘清问题根源，完全获得改善之前，中联公司停工没有期限。卫生部公布中联油案的时间，起因是南桥自主产检5月13发现超过标准，复修6月70接到南桥验出无合格，嘛无通报。中联隔一天就复修通知买站业者反映产品检验无合格，中联嘛无通报。一路拖到6月30，中联泰山早自主通报。7月1至2复修服务南桥嘛做伙通报。7月7泰山通报，还有一批问题油。在中联的
制造油品里面呢，4月跟5月都分别出现有不合规的产品。那有问题的油拢落来，中联4月至6月生产的油，政府嘛预防性全部落来。不过有地方政府关心什么时阵会当购买？其他的油品批次在中联的部分也是都进行预防防性下架，这样子能够确保明天中午过后所有的产品都是安全。有出席的副市长，那么来询问何时上架的问题，记得是桃园跟台中。若是消费者权益部分，中央甲地方会协助消费者甲消保团体合作，做团体诉讼，也会协助买站的业者放宽认定，快速办理退货。另外，对阳台指示卫福部启动10案法的修法，消除不法业者隐瞒甲违规。行政院政委陈时中认为，这届问题是自主管理失灵、厂商隐瞒。立法院国民党团批评政府10案政策失败，要求全面公布问题油的流向、受影响的业者甲产品。请问行政院长，为什么第一时间没有要求全面清查？为什么第一时间没有要求完整公布？它有没有所谓的共犯结构？如果今天上游的油品有问题，交给下游的时候，请问下游发现有问题，敢揭发吗？敢指控吗？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是去北检申告，指控政府为事先的判定失灵到过程疏忽职责，互厂商拖延隐瞒48天，各就总量强制讲涉嫌渎职，嘛要求行政院长杜英台落台负责。总统赖清德爱向国人回信的。记者采访报道。镜头换来看国际，中国福建的晋江市一间蚵仔工厂是发生大火，烧甲真猛，拢总造成28人死亡。另外，伫咧捷克一间有70年历史的蚵仔厂房嘛是火烧，好在在这边是无人伤亡。高高的乌烟直直抢上悬，消防拍拼咧救灾，也阁有袂少人走去楼尾顶咧喊救人。中国福建泉州晋江市当地飞天蚵业有限公司，初9中昼12点左右发生火灾，迄当阵厂房有237个员工甲2个外来人员，拢总救到213个，也毋过落尾也是造成28个人不幸死亡，引起北京当局的关注。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现场消防人员指出，做蚵仔的材料真高档，而且脱了真紧，佮加上厂房的楼梯墩真侪杂物，严重影响到拍火的速度，火势才会炭烧到尾暗仔才受到控制。晋江市互人号做是中国蚵都，有超过3000亿人民票的蚵仔甲服装产业自治区，核心产区丹台镇一当做超过10亿箱的运动鞋，人讲全球每5箱都有1箱来自晋江。这搭有超过7000多间的蚵仔甲配套企业，也毋过这区过去捌火烧真侪届。也若中华国家捷克初9月发生蚵仔工厂的火灾，东南部毗邻做蚵仔的园区有一间有70年历史的厂房，早起6点外熊发生火灾，因为翕咧烧，到中昼有部分厂房放气，300多个消防人员全力拍火，加在无造成人员的伤亡，也毋过统计已经烧害7万到7万5千箱的蚵仔，损失差不多是700万的美金，超过2亿3千万的台票。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伫咧意大利的偏乡，长期拢欠医疗资源，是古巴的医师进驻才来解决这个问题。毋过美国说是指控古巴牵涉到人口买卖，要求这医师得爱甲薪水交转去，佮甲意大利施压，讲袂当佮请这医师。因那古巴的医师是表示讲，甲一半的薪水交出去，回国是因自愿的。入来普利斯泰纳病院的古巴心脏科医师邓伯英伫急诊室为病患检查，这是伫意大利上散车的南部庄卡，那长期去互乌手党渗透，政府的财政赤字、公共医疗普及度拢是全国上尾名。2023年，古巴医师到位进前，病院急诊室甚至捌剩院长一个人伫做，病患上久爱等12点钟。即马医疗团入来了后，民众候诊较免1点钟就会当看病。这阵古巴医师嘛想要用意大利语甲患者沟通，也得到当地民众的信任。Che va benissimo, dico, perché ho avuto anche modo altre volte di avere a che fare con questi medici e sono molto gentili, molto disponibili. 演过几10年，古巴持续输出医疗团去开发中国家工作。这阵医师今后伫资源欠缺的环境中提供照护，
3年外前，将近300个古巴医师入来意大利装卡，敢若伫卡拉布里亚就占200外个。伫普利斯泰纳病院的急诊室，有一半的医师是古巴来，毋过有人道救援美名计划刷去美国国务院质疑是古巴政府趁外汇的生财工具。透过秘书医师的护照，绑写7至9成薪水，那亲像是国家主导的人口贩啊！美国官员甚至亲身去当地，甲首长施加压力。Anche sotto l'amministrazione Biden, quindi gli americani avrebbero preferito che i medici cubani non fossero operativi in Calabria. Devo dire che sotto l'amministrazione Trump queste pressioni sono diventate più forti. 卡拉布里亚首长并无回应古巴医师是毋是去互人绑架，不过强调病院是甲薪水直接汇入医师伫当地的银行口座。古巴医师嘛出来背会。Noi mai non abbiamo considerate come schiavo moderno come lo dicono。虽然古巴医生坦白承认会自愿缴一半的薪水回国，不过伫本地医生无愿意来做的情形，当地首长甘愿承受外交压力，嘛要坚持留人，防止装卡的病院拢无医生，引起地方的不满。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即马台湾甲日本拢当伫咧准备对抗风台巴威，因那中国嘛是受到风台梅沙的霜冻，伫江西甲湖南是发生崩山做大水，甚至龙南水库佮崩花，上无造成10个人死亡。另外伫咧孟加拉嘛是落大雨做大水，造成一间罗兴亚难民营的学校有5个囡仔死亡。黄土水流甲真紧，一直对水尾流过去。这栋起伫咧河的边仔2层楼白色的建筑，因为土水一直甲地基挖空，互伊规个是落落去河内面。好甲再出一家伙仔已经安全脱离。越南的北部是受到大水后的影响，伫内州省是引起内山做大水，大水过去的所在，而且含农作物、佮有饲的鸡仔、猪仔拢洪冲去，佮造成民众的死亡。尽管是严重做大水的，佮有中国，受到梅沙风台大水后的影响，江西是引发淹水内山做大水，佮有河川的水位汹汹淹起来，互洛南水库崩花，真侪人死亡。至少13万人是紧急脱离家园，受灾人数有37万5千人，遮侪。当地警察为着救人了水。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除了救人，救援队佫动用大型的无人机运送食米和物资，互受困伫河的对岸的独产村的居民。另外，中国湖北的中部佫有雷暴和透风，造成11个人死亡，331个人受伤。极端气候甚至是引发加雷亚风，造成至少1个人失踪，4800间厝毁损，另外佫有22间厝倒去。镜头佫转去南亚的国家孟加拉，当地的东南部因为连续几天的大雨，引发严重的崩山和土石流，造成一个罗兴亚难民营伊斯兰学校，和土石流带起，造成当地上课的学生死亡。这个意外是造成至少5个囡仔死亡，5个囡仔受伤。目前首都达卡的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雨势还会增加。当局是要甲难民对高风险区安置到避难所，已经有超过1000人刷过去，但是同款有真侪难民是无愿意离开。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国际有啥物要紧代？咱做回来看世界。有美国的官员表示，以色列参黎巴嫩真紧特别伫罗马来讨论协议，双方是同意设立试点区域，会伫以色列程度真主动的势力了后，将控制权交予黎巴嫩的军队。欧盟针对协助济汤啊、人口买卖等等非法移民相关的组织犯罪提出新的制裁，包含要冻结资产，也有旅行的禁令。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民主刚果即届伊波拉咧团是历来上紧的一届，已经要甲1800例确诊，至少有600人死亡。希望会当募款1亿外美金来加强防疫，不过目前煞干那募到32%尔。镜头转来看国内，经济犯郑文治伫咧判刑当港的弃保逃亡，互人通缉。当初时，甲这郑文治解除科技监控的高院合议庭受命法官陈永祥，也是互人质疑有威胁，移送电解法院。即嘛是认定陈永祥有4项威胁，就裁定伊爱罚一档的薪水大约250万，专案也可会当上诉。
经济犯将问题查准托凭证 TDR 迄伫4月被判动刑，因我伫宣判之间已经起步走去海外，到即马下落不明。当初解读将问题科技监控的台湾高等法院法官陈永祥，忽然发现裁定庭事有几多项违宪，顶该法院罚1年的薪水250万。不仅没有当庭宣誓或制作裁定送达，而且之后不当增补审理单的内容，又指示书记官更改及抽换公务电话记录，后续办理相关案号裁定也未督促及时送达，侵害了检察官的抗告权。陈永祥身为受命法官，用加保2000万来取代科技监控了，无当庭宣誓，也无制作裁定正本，无甲检察官讲，无搁再延长科技监控，只个那甲结果通知将问题，尾啊被白菜了，为了要补救，颠倒搁犯搁较侪项违宪。包括无按照法定程序，只是书记官替换公务电话查询记录表，伫原本甲检方对话文字记录内面，增加一句无可以延长科技监控。合议庭认为陈祥勇严重危害检察官控告权，无注意维护诉讼程序公平，严重伤害人民对司法的信赖。因故因为伊愿意接受检讨追究责任，所以判罚款。无论是将问题国宝集团的总裁朱国营，也是3联集团的负责人齐孝东，不时就重大经济犯起步走去海外，变作强化边境管控。警察机关跟海巡机关恐怕要连线，我们就要启动那个自动通报机制，而不是用那个人工啊、光文啊。海巡署没有拍照设置安检所的地方，用无人机来征收，还有热显像。对这款问题，学者讲，那是要强化边境的管控，相关单位也要加强联系通报的机制，也让其运用无人机这款科技工具。记者综合报道。有一间专门咧清除土粉屑的公司，去互指控讲，这员工到要上班，就互要求爱先买一台10多万的机器，结果买落去了后，煞接无按通好趁钱。受害劳工造成自救会，佮控诉在高雄市政府是无咧要意因的申诉。有业者发出月金有8万到10万块，毋过求职者还未开始做，就互人要求爱先学一只贵松松的第3机，一只看起来普通，竟然爱开14万，一寡劳工敢若会当贷款来买。若成功介绍新人学机器的员工，会当抽2万，然后佮继续诱人买机器，佮找人买第3的服务。一寡受害劳工投讲，公司讲有200多组的客户，毋过煞拢等无公司派案，佮有注文买第3的消费者，嘛定定约不到时间。有老板亲自承认说，有200单已经等着服务嘛，那可以接单的业务800多万，那这是两面手法，很多人被欠薪，那有的人是欠可能几千块，那有人被欠几万块都有。一寡员工做袂落去要退钱，就搁爱付一条机器整身费，后尾才发觉业者单价遮好听，根本是一场空。逐个月若无够业绩，就袂有业绩，就算有业绩，公司嘛一直拖薪水。是对我或对其他所有有被欠薪的同仁，都能够把该还的薪水还回去。保洁公司搁涉嫌违反劳动法，要求提出异议的员工离职，个别离职的员工签放弃诉讼同意书，高雄市劳工局作出回应。另有劳工向本局申请劳资争议调解，那本局也按照其程安排双方进行调解程序，但因双方未达合意为调解不成立。本局也已提供相关的资源讯息，来协助劳工进行后续的司法救济。受害劳工和消费者自救会要求政府即时介入扩大调查，避免更较侪人，甚至是拄毕业的大学生涉入陷阱，颠倒排一新债务。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越南移工，趁咧换头家的过渡期，是加入诈骗集团，专门去超商来领诈骗集团过来提款卡，佮徛伫咧蒙阿波等诈骗集团来领。毋过，这个移工也是去互警方抓到，因为伫咧台中嘛是有海巡署抓到这越南的移工是违法咧替共乡的移工注射做医学美容。警方情况者前后分别一台互嫌犯的车走袂去，大号是红灯，警员随冲落车，甲窗仔门弄破掠人。下车！警察！下车！嫌犯看选袂去，倒车导航，警方也伫车顶找到嫌犯拄则摕到的受害者的金融领纸卡，对不对？就是这个嘛。我不知道，我跟你讲，我还没打开，我不知道呢。
警方表示，进前已经抓到2位第一站的骑脚金铺仔的人，规气带2个嫌犯到台中真济间便利店领5位受害者寄来的金融领字卡，结果按照诈骗集团的指示，去中华线西的一个公墓内底拼伫遐，果然发现第2站提铺仔姓潘的嫌犯出来提包裹，将包裹丢包在偏远公墓。经警方现场埋伏，是负责第2层收件的越南籍潘姓主嫌。现身拿取包裹后，以优势警力拦截围捕，查缉到案。警方查到姓潘嫌犯是合法的越南籍移工，因为换头路的期间有60天的等待期，伊就利用这段时间，甲共享加入骑脚金铺仔集团。姓潘嫌犯妨按照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等罪嫌移送法办。另外，海巡署是伫台中查到越南籍失联移工非法为共享的做义美。当场查扣玻尿酸、麻醉药、肉毒杆菌等医美药剂100多瓶，与医疗器材1批。台中查缉队表示，去年12月伫雾峰当场查到4个越南籍失联移工，当日为一位共享的主抱着伤，因为4个嫌犯毋捌接受过专业的医术训练，也无主管机关核准的职业证照，经过按照违反药事法、医师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换来看西班牙一档一间的藏牛节起鼓，人店甲牛店是伫咧街仔头直直抢走小肉，真闹热，嘛吸引到真侪游客去参观。因为伫咧法国的安尼比斯山是有上百只的山羊仔伫咧庄头热热烧，佮会甲游客套死手啊，嘛当作是当地的观光特色。牛条的门拍开，牛阵冲响，翻破落落街路，数千人也吓死命走。西班牙圣费年明藏牛节初7正式起鼓。牛阵伫真矮石头路，撞甲真紧，头前的人阵拼命队，有人跋倒，有牛工直接下跪参加者，实在看起来真惊人。这场传承数百年活动，爱走850公尺。今年头一场干那开2分16秒，就冲入去斗牛场。未来8天，人甲牛逐天拢要准时来走标。西班牙街头牛阵是拼死咧走。法国安尼比斯山的林达瑞自川，会使看到山羊四界热热烧。I never been anywhere quite like this before with goats wandering everywhere. Doing their own stuff. 这个山羊村本地是高山牧场，但年5月中到9月底，雇佣的拢会甲羊阵带去哩山顶，睡在因伫庄头内底乌白楼。毋若入去餐厅，想要伫底困就伫底困，佮包围游客要讨物件食。Bah oui, la personnalité des chèvres, les chèvres sont curieuses, elles aiment bien le contact avec les humains, quoi, et avoir de la compagnie, pas rester toute seule. And I love animals, so we found this place and decided we had to come. 饲山羊的四手啊，伫庄头内底烧甲真好，气势、羊铃沙文等等的特产也对你大销。不过餐厅的菜单是看袂到山羊肉，因为山羊已经真早庄头的一款代表，甲因提起料理，大家唔甘。Après chèvre dans nos cultures, non, on la mange pas vraiment. Après, l'épice, non, ça va pas avec l'image du village. Le fromage, oui, mais pas la viande. 为着让山羊更加轻松自由，当地最近几年把日时改做行路的区域，限制车入来。对于西班牙的牛阵、酷酷庄，佮有法国的山羊散步，东北行上街头已经成做一种吸引人的观光特色。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纽约的地下铁伫咧1940至1970年代，逐个月拢会选出一位地下铁小姐。即马伫咧曼哈顿就有一间餐厅是看出苏东时地下铁小姐的介绍，要互大家做回来了解这段历史。一个装作玛丽莲梦露的歌手伫咧现场唱生日快乐的歌，为纽约这间餐厅的主人，嘛是1959年地下铁小姐的哈特为伊祝福。纽约老一辈的人可能会记得1941年到1976年之间，纽约地下铁每个月拢会举办地下铁小姐的竞选，因就甲哈特庆祝85岁生日的机会，甲6个当年的地下铁小姐拢找来，做伙感受少年时的梦想。There was no social media. So you had to be noticed by being in a contest. It was Miss America was around at that time, and Miss Rheingold.
苏东时这项选美的活动，只要是伫地下铁通勤的人，拢会当报名，然后再个号召地下铁的乘客来投票，有胜者就会当做地下铁的活广告。对这段1958年的影片看会到，地下铁小姐当在车厢内分家规啊，甲民众热情互动，而且早伫1948年纽约就选出头一个非洲籍的地下铁小姐，隔当佫选出头一个亚洲籍的地下铁小姐，显示纽约的多元化甲包容性。纽约官方嘛就这个活动为设伫的餐厅内底地下铁小姐的看板揭牌。This reunion serves as a living tribute to the women who helped shape New York City and inspired future generations to pursue their dreams and make meaningful contributions to their community. 这片电视墙顶悬的地下铁小姐，大家拢窈窕美丽，甲即摆的模样比较，虽然大家人拢已经变较老，嘛显示遮久大家各做伙的活动非常有意义。地下铁小姐嘛，才做纽约的人共同的历史回忆。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在新闻的最后，咱搁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气象。北部地区27度至33度，中部地区25度至34度，南部地区26度至35度，东部地区26度至34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俊，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